自從金融風暴之後，我哋打工仔嘅人工不斷下降。如果政府再唔去立法最低工資，定下一個合理嘅水平，我哋打工仔根本係冇法係維持到我哋嘅生活。所以我哋工聯會係要求政府將最低工資嘅水平定喺33蚊。希望各位打工仔係支持我哋呢一個嘅訴求，支持我哋嘅行動，為我哋打工仔拍住上。時薪33，保障工人權益，保障工人權益，企硬33，企硬33，打工仔，打工仔，拍住上，拍住上，時薪33，時薪33，打工仔，打工仔，拍住上，拍住上。大隻累累冇公開，大隻累累冇公開，冇專業，冇專業，冇飯開，冇飯開，好悲哀，好悲哀。東涌百物騰貴，車費貴，買餸貴，豬肉貴，送貨都貴啲嘅，睇醫生不在話下。所以東涌居民強烈要求立法最少訂立33，時薪33，立法訂立最低工資33。最低工資不立法，向20蚊說不，向20蚊說不。